亲情的宝贵，你的撒掉母亲去白白那些，也不随你有多的宝贵，也不随你有贵，你随灵魂亲情的宝贵，你的撒掉母亲去白白那些，也不随你有多的宝贵。各位兄弟，大家早早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一天开始，今日早起，咱的读经要来请顺进长老，带咱做伙来做开始的祈祷。同心祈祷，迄位上帝，感谢你眷顾阮，清早佮到你面前，伫线上，阮搁来共读圣经，领受你的教示。感谢你手赐互阮宝贵的性命，佮用怜悯赦免阮拢总的罪，互阮伫耶稣基督的听内面，成做新造的人。求主帮助阮遵行你的旨意，听照你的话去行。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，阿门。阿门。对耶利米书一开始伊是对18岁、20岁左右，就是上帝调伊来做先知总是1章到6章是伊伫约西亚王的时代的服侍，对第7章开始是伫约雅敬做王的时代，甚至耶利米差不多已经要来到伫40岁左右，30-40岁左右。耶利米互人称作老目屎的先知。特别是对第7章开始，伊的这个讲道篇是伫圣殿的讲道，对第7章一直到第8章的头前，这段的讲道篇也是来讲出上帝爱伊对这祭司人民所讲的话，总是伊在讲的中间，伊毋是只有来救助，也是来励美这的百姓，伊犹原是用这个祈祷的心来为这百姓祈祷。总是上帝爱伊，毋通来为遮的人民来祈祷。总是耶利米，伊的心非常的艰苦因为这是伊的亲族总是上帝无爱伊来为因祈祷。今日咱要继续来看第8章的所在，一直到第9章。第8章、第9章，咱就看到耶利米伫这个艰苦的中间，伊挡袂牢，只有流目屎，所以为什么叫做泪眼先知？特别是对第8章到第9章这段，就是因为伊的流目屎，哪讲道、哪祈祷、哪流目屎，互人称伊做流目屎的先知今日咱有要读2章，所以咱这个时阵就来读这段圣经。但是要请顺进长老带咱对第8章的第4节，读到第8章的第17节4到17节。第4节，上主吩咐我。对伊的子民讲：人跋倒，兼无要爬起来；兼毋着路，兼无要活倒转。恁这耶路撒冷人是安怎？恁一个对我不忠，就一直背叛我。恁哪会遐固执，爱欺骗，毋肯反悔？我注意甲因听，因拢无爱讲实话，无人为着家己所做歹事反省讲，我哪会做即款歹代志？因逐个人。拢活去行家己的路，亲像战马冲入去战场。空中的号知影才有季节千线班甲，鹰仔甲雁嘛知通照时间所为。我的子民竟然毋捌上主的命令，你哪会讲？阮是有智慧的人，阮有上主的律法，其实律法。教师已经用因白册的文章歪曲律法的意思，遐有智慧的人会拄着见效，会惊吓，会受审判。因弃杀上主的话，哪有什么智慧？所以我要将因的某互别人，因的残痕互人占去。因对上卑微的到上有关系的，拢孝顺不义。之财，连先知甲祭司都拢行为诡诈。
我的子民受到伤害，伊拢无要紧。因讲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，其实拢无平安。因最可恶的事，减财见效。因实在有够袂见效，因为亲像别国的人，互对敌害死，我甲因刑罚，因为完全毁灭。上主安尼宣告。好，17。我要互因拢无收成，葡萄树无生葡萄，无花果树无结花，无结无花果，树叶拢打打去，我互因的拢无起来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人民讲，咱哪要坐伫遮呢？咱着三招来去坚固的城，死踮遐。上主咱的上帝注定要甲咱消灭力，伊要互咱啉苦水，因为咱有得罪上主。咱期待和平繁荣，毋过逐项拢无顺利。期待异地的机会，毋过惊兄不能来到。战马啪啪吼的声对弹传出来，勇壮的马咻咻叫，大地因为因的声震动，对敌来要毁灭这块土地，甲地上所有一切，吞灭这个城镇，甲内面的居民。上主警告伊的子民讲：我要派袂当用法术来控制毒蛇，去恁遐教恁。多谢。今日咱这段圣经，其实咱看到上帝通过亚利米，伊真熬的这个形容，来对这自然界的万物，到伫咱人的生活徛起，来形容上帝甲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拢拍歹去。特别是第4章开始讲，这个动物拢知影爱回头，总是人煞毋知影爱回头。这个人讲家己有智慧。太有智慧，哪会去做遮无智慧的代志？特别咱对第8章、9章，看到遮个人所追求的，就是占别人的财产，行为无公义。特别是第10章，讲因对上卑微到上有权势，拢肖像不义之财，连先知甲祭司拢行为诡诈，安尼实在是真害。拢无人照上帝话爱行，甚至这先知祭司阁安尼讲，我的子民着受着伤害，因拢无要紧。因讲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，其实拢无平安咯。所以13章上帝讲，伊无要互因拢修行，上帝要将因的这葡萄树、无花果树，要互因的树叶打去，要安尼甲因毁坏。就是上帝要降这个灾祸啊，所以对第13章8章的13章一直到第9章的结束啊，这就是犹太人因一年每年的这个犹太历的5月9号是这个圣殿毁坏日啊，圣殿伫犹太人两届圣殿两届毁坏拢是同一个犹太历5月啊，拢是5月。所以因伫即个受毁坏迄日，伊来读一段圣经，就是对第耶利米书第8章对13章开始读，一直读到第9章结束。所以这个读落来呢，就是咱看到因特别是14章遮讲的，阮坐伫遮伊还要坐伫遮烧酒去坚固城，死伫遐。上主咱的上帝注定甲咱消灭啦。上主互咱啉苦水，因为咱有得罪上主。咱期待和平繁荣，毋过逐项拢无顺利；期待异地的机会，毋过惊遐忽然来到。所以因就是在回想，也是在想起讲，因过去无听上帝话，直到上帝来刑罚因，因才伫遐咧艰苦痛苦。平顺的时阵，就离开上帝；出问题的时阵，16、17、17。看到战争对北方来到，才开始咧紧张，总是已经袂赴，因为上帝已经几啊摆，几啊年前，甚至这代志拢已经伫北国已经发生啊，总是南国也无受到教训啊。所以咱对第18章
我请顺正长老带咱来读18、19、21节，耶利米剃头流目屎哦。我伤心，甲无药通医，我的心神虽然将要分去，听我的同胞哀叫的声，对真远的所在传来。上主减无伫锡安，锡安的主减无伫城内。上主讲，因是安怎拜雕刻偶像，拜列邦父母的神明，要我受气。我的同胞讲，修行已经过，热天已经结束，毋过我犹未得到解救。我因为同胞受毁灭，心碎去，我非常悲伤。惊吓失神，迄个减无乳香，减无医生，我的同胞哪犹未得到医治呢？耶利米第18节讲伊的心伤心到无药通医，心神衰烂到强要昏去啊！所以伊即种艰苦心，是伊讲也讲袂听，要救也救袂赴，即种的夹伫中间的即个苦楚啊，因为耶利米是祭司，即个时阵伊也已经担任即个祭司的即个身份啊，甚至伊即个年岁呢，检查甲耶稣的年岁，差不多较晚近30几岁左右，所以伊即种艰苦心，亲像耶稣伫即个克西马尼园，即种的祈祷，即种的艰苦心的心境，是非常会当咱摕来做比较，是夹伫上帝甲罪人的中间。伊受苦楚，所以21节，伊嘛讲，伊非常悲伤、惊吓失神，为着同胞受毁灭，心碎去啊！所以耶稣甚至顶伫十字架顶的时阵，嘛为着边仔的遮强盗做歹人，为着因的灵魂在祈祷。总是耶利米哪祈祷哪流目屎哪痛苦，而且变做泪眼先知哦。但是伊毋知影上帝到底是要安怎样来将无爱继续拯救啊！总是耶利米嘛真清楚。咱继续过来看第9章，搁请顺正长老带咱对第9章第1节读到16节1到16节。顺正长老的麦克风关起来。可袂得我的头变做水源，我的目睭变做目屎的泉源。明日为着众人抬起的同胞哀哭，足希望伫旷野有客栈通住，互我通放杀我的同胞离开因远远，因为因是一群惊因背叛的歹人，因的指卷起来，亲像弓，为着要讲白贼，因伫国内有权势。毋是靠真实，是靠诡诈。上主讲，我的子民恶上加恶，因毋捌我，因这人着欺哄恁这人着欺哄恁的厝边，连亲兄弟拢毋通信任，兄弟仔拢伫讲白贼，厝边嘛伫造谣诽谤。15节，第5节。好，小电话。9章第5。9章第5节 ，OK。互因欺骗，无要讲真实，因训练喙齿讲白贼，拼做歹，因惯势讲白贼，毋承认我是因的上帝。上主安尼讲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我要锻炼我的子民，甲因磨练。若无安尼，我要安怎处理因？因的字亲像字，讲话诡诈。逐个人对厝边讲好听话，毋过心内要谋害因。因做这的事，我兼毋免办因。亲像这款民族，我兼毋免甲因报复。上主安尼宣告第10节，我要为着山岭啼哭悲伤，为着旷野的草埔唱哀歌，因拢互火烧了了，无人
行对遐去。牛羊的声无阁听到，飞鸟甲野兽的影无阁看到。我要互耶路撒冷下远，成做豺狼的收；要互犹太的城镇变做荒埔，无阁有人住。世人有够聪明，通了解这个事。上主通指示世人，互伊解脱这个地是安怎毁坏。下远亲像旷野，无人对遐经过。上主讲，这是因为因放杀我，使我因的律法无听探我的话，毋是听我的律法。因固执照家己的意思做事，照因的祖先甲因的祖先甲因得去拜巴力，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宣布，我要互因食苦果、啉苦水。16节，我要甲因流放去因甲因的祖先毋捌的列国，互因受追杀到完全消灭。好，多谢。亚利米那提考那老哇塞，但是伊那爱讲上帝信息，但是8章9章才除了上帝信息，嘛看见亚利米伊个人的心声，所以讲伊可袂得我的头面对水源咯，就是伊的这水目屎当一直流，永远流袂停水源。我的目睭变做目屎的泉源，勉励互人台视的同胞哀哭。因为伊看见这同胞死甲真济啊，所以伊苦袂了。第2节，伊嘛望伊会当住伫这客栈，会当离开这百姓，宁愿不这个惨不忍睹啦，看袂落去，伊就望的，伊会当离开。其实，迄个苦袂的意思讲但愿啊，所以这2个都是跟他的事实相反。其实伊无想要流目屎。其实伊无，伊当送伊，其实伊就想要离开的，但是伊袂当流目屎，嘛袂当离开，因为第16章上帝嘛爱伊袂当哭，真正是袂当祈祷。第7章后壁讲连哭嘛袂当哭的时阵，亚利米实在是心就软的，但是伊爱顺服上帝啊，所以伊看到这百姓讲话，喙齿紧起来亲像弓啊。在弓北插，就是安尼射箭啊，那个弓箭，舌头就是放毒箭，讲话在恶上加恶个，唔认捌上帝，然后56节训练家己的喙齿在讲北插，哇，这人活的大家唔是咧训练讲话信息爱讲话讲北插，甚至是挑故意无认捌上帝。所以第7节，上帝讲伊要锻炼伊的子民，甲因磨练啊，互因家己受这苦果，然后家己来着中箭啊，就是着亲安尼，互伊去感受，因为上帝讲伊要报复，伊要甲因报复，因为这款的民族，上帝敢毋免教示吗？这种的国家，上帝敢毋免管教吗？所以。亚利米先真艰苦，但是伊个知影上帝一定爱安尼教示，一定爱安尼管教，所以第10个讲，伊啼哭悲伤唱哀歌，因为这个好代志、好时间、好日子拢过去啊。亚利米看到众人皆醉我独醒，只有上帝对伊讲话，听到上帝声的人，才会当清楚明白上帝是这个世代要做。所以伊咧问讲，啥人有够聪明啊？谁是智慧人？可以明白这些事呢？因为上主有听上帝的话的人，才得到上帝的指示。但是13节，唔听上帝的话，唔实行上帝的律法，固执照家己意思来做，去拜巴力咧，因就要受毁灭。因为上帝讲，上帝要互因食苦果、啉毒水啊。因为因安尼歹款待别人，上帝就安尼来歹款待因了。好，最后一段17节到26节，搁请顺进长老带咱来读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，恁着在死，去劝遐唱哀歌的妇人人来，去招遐熬哭的查某人来。人民讲，
恁着赶紧来，甲咱唱爱歌，互咱目屎直直流，互咱的目屎飞袂离。听咧，色眼传出哭声，阮竟然震落魄，阮有够见识，阮煞着放落即个土地，阮的厝煞互人拆毁。负责人啊，着听上主的声，听叹伊的话，着教恁的查某囝哀哭，教恁的查某伴唱哀歌。死亡为对窗啊入来，入来咱的堡垒，伫街路杀害咱的囡仔，伫广场杀死咱的少年人。上主命令我甲恁讲，人心死会倒伫野外，亲像粪扫，亲像收割的人落落来的麦穗，无人捡。上主讲，智慧的人毋通夸口家己的智慧，勇猛的人毋通夸口伊的气力，好业人毋通夸口伊的财富。人若要夸口，就夸口伊捌我，承认我是上主。我爱伫世间是自爱、公义、甲公平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，恁着注意，时日一个到，我要刑罚简单肉体接受割礼的人，就是埃及人、犹大人、以东人、阿门人、摩押人，以及所有住伫旷野铁边边的人，这民族拢无受割礼。以色列全体人民的心嘛拢无受割礼。好，多谢。伫最后这段，耶利米为着耶路撒冷唱哀歌啊，这个哀歌的内容，就是真正看到死人，为着这个死亡的人，来唱，所以甚至拢讲去调这个唱哀歌的妇女来，因啼哭的声，到上帝面前，总是因那唱袂离啊。所以最哭呢，这个耶利米书的哭，伫第4章、第8章、第9章、13章、14章、15章，连续几啊位，是流目屎的先知，因为这毋是哭假，是真正在哭，但是遮济的哭，其实咱嘛当讲是上帝在啼哭，上帝也在哭泣啊，所以这种的啼哭呢，是上帝的心痛痛，就亲像耶稣伫这个客西马尼园，伫这个十字架顶的时阵。耶稣安尼来心受伤啊！21节讲到这死亡，亲像对窗仔，这个对窗仔爬入来，甚至呢到伫堡垒，到伫宫殿，将这后一代，这佚佗的囡仔，伫街路的这少年人，拢甲因身尸抬死，最后因的身尸亲像粪扫，甚至倒伫路边，无人来收尸啊！所以这画面情景非常的惊人。今日的经句会当对9章23节、24节，也上主讲，智慧人毋通夸口家己的智慧，勇猛的人毋通夸口伊的气力，好业人毋通夸口伊的财富。人若要夸口，就夸口伊捌我，承认我是上主。我爱伫世间是主爱公义甲公平。上主安尼宣布。所以，这个犹太人圣殿被毁日，因为这个基督徒对第8章的13节，一直读到9章的24节，这就是因每年犹太历的5月时阵，因伫守这个为圣殿哀伤的日，因会来念这段耶利米书啊。所以，其实因无像咱安尼来解说圣经，因就是念，搁再念，其实上帝就家己对因来讲话。23节、24节，这段呢，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31节，哥林多后书第10章17节，加略太书第6章14节，罗马人书第2章17节，其实拢有部分来应用这段，所以这段就是出自耶利米，伊迄个时代国家灭亡，信用沉沦，人无法度得到救，伫迄个罪恶的中间。人无法度看到将来时，总是爱靠上帝来夸口。人若要夸口，爱夸口是啥物呢？人认捌上帝，承认上
上帝是主哦，所以这也是咱现主是爱轻调爱掠调的，唔通夸口钱财，唔通夸口学历，唔通夸口这个厝偌大间，车偌大台，爱夸口是对上帝认捌，有听到上帝话，知影上帝欢喜，世间爱行主爱公义甲公平哦，所以这上帝宣布。总是后壁上帝嘛咧讲，日子要到，伊兴发这以色列人了啊，即马要兴发咱国犹大的人，总是将来这个外国肉体无受割礼，心无受割礼，就是无来认捌上帝，总是搁伫遐咧夸口的人呢，上帝拢要来兴发。今日这段圣经是互咱一个看去耶利米流目屎嘛。读到上帝在流目屎，耶稣在流目屎，信心用讲袂出的吐开在流目屎，因为人无认捌上帝，行伫罪恶中间，只有行伫这个沉沦内面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听到上帝的话，就爱悔改，就爱U-turn，就爱谦卑，就爱落决心，要来跟对上帝。愿上帝话真做咱的帮助。感谢顺境救乐，今日带咱读这2章的圣经，请咱做伙来祈祷。阿爸爸上帝，阮看见、听见你的声，知影上帝为着罪人的心在忧闷忧伤。总是上帝，你无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你乃是爱每一个人都会当得到救，所以你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降世来拯救罪人。主啊，阮是遮尔有福气，会当伫透早时就来听到你的声，互阮一日的中间来，因为认捌上帝夸口。无因为家己的智慧勇敏，还是因为家己的气力来夸口。愿上帝教导阮谦卑，互阮逐项事拢都大心求你的国，甲求你的义，无来为着家己的利益，是为着上帝国，为着上帝你的旨意来实现。愿上帝教互阮一日的中间，会当有助力甲阮做伴，也伫阮即礼拜的生活、徛起工作，甚至也有即个风台要经过台湾，也愿上帝保守看顾，愿安尼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多谢大家平安，愿上帝祝平安，平安。多谢保叔平安，谢谢牧师，谢谢你平安，大家平安。谢谢牧师。